选举要到啊，民众咧看新闻嘛，爱注意这资讯敢是正确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和国内外 NGO 团体举办台湾大选新闻伦理事件的宣誓仪式，希望媒体都爱注意新闻的伦理，确保新闻报出来，民众会当相信。未来在手中。四大总统参选人合唱的影片，其实是利用 AI 技术制作的影片。在 AI 发展、消息传播拢真紧的时代，目睭看到的无一定是真的。大选剩65天，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民众、新闻工作者拢爱更加要意消息的正确性。Taiwan suffers from one of the lowest rates of trust in the media in all democracies, only 28%. Its media community is very lively, but it's very often criticized for disregarding sometimes journalism ethics due to different factor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sensationalism, and also sometimes conflict of interest that touch the media companies. 无国界记者组织参台湾侪 NGO 团体发起台湾选举新闻伦理事件的倡议，邀请媒体加入，希望媒体要坚持遵守新闻伦理，包括公平、准确、专业低调、尊重隐私、公开透明这5个原则。民主基石的重要基石之一其实是新闻自由，但是新闻自由的隐患其实是假讯息、错假讯息、假新闻或者是资讯操弄。台湾的政治地位非常的特殊，所以我们其实也蛮容易受到错假讯息或是假新闻的影响。这摆倡议计共有6个媒体参与，包括公共集团的公司、华视、中央社、中央广播电台，还有民间的恶草、破土。网伫消息传播快速的时代，媒体要继续守护新闻伦理，通互民众信任。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